富斯王國最唔尋常嘅事蹟之一，就係有出奇咁多嘅皇后執政，佢哋被稱為金達克。喺大約100年間，就已經有4位極之強勢嘅金達克統治富斯王國，而且佢哋執政都係好有效率。當中最出名嘅一位皇后就係獨眼勇士，叫做阿曼尼蘭斯。佢冒住生命危險上戰場，保衛佢嘅王國，並且確保人民能夠安全咁生活。佢由公元前40年統治到公元前10年。希臘哲學家斯特拉波話，佢擁有男子嘅身形，貴名震懾四方，既係一位軍事指揮家，亦係戰略家。5年嚟，佢一直領軍攻擊羅馬統治嘅埃及，阻止羅馬人入侵富斯。羅馬嘅文檔亦都有記錄呢幾場戰役，但係第一手敘述就係由富斯人親自執筆，用自己嘅麥羅埃文將佢記錄落嚟。呢塊石碑係源於幾時嘅？呢塊石碑相信係源於公元前1世紀後期，即係皇后阿曼尼蘭斯執政期間。講到麥羅埃文作為書寫系統，佢喺1個世紀前就已經被解讀，但係問題出於呢種語言本身。咁既然有電腦技術幫手，點解冇辦法破解源於古代世界嘅非洲文字呢？情況有少少似我叫以英文作母語嘅你去讀一篇波蘭文咁，你可能讀得好完美，但係除咗地名同人名，你可能唔會明當中嘅意思。我哋研究麥羅埃文就係嚟到呢個位。但係篇文係講述同羅馬人嘅戰爭嘅，係佢令我哋睇到富斯人點樣用麥羅埃文去講佢哋嘅戰爭，但係可惜我哋仲未睇得明裏邊講緊乜嘢。阿曼尼蘭斯對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凱撒表示極度鄙視，佢喺襲擊羅馬軍隊期間奪取奧古斯都嘅半身銅像，並且將個銅像放喺自己宏偉嘅神殿門檻下，俾所有入去嘅人踩喺腳底下。即係全國嘅人入去都會踩住偉大嘅奧古斯都凱撒個頭。係根據我哋現有嘅考古證據，成件事好清楚。佢將奧古斯都銅像個頭帶咗返自己嘅神殿。雖然羅馬帝國好強大，但係阿曼尼蘭斯聰明嘅軍事策略，最終都將雙方帶到談判場。而且期間震懾四方嘅努比亞皇后成功同奧古斯都凱撒互相定下和平條約。你即係話有位獨眼黑人女人喺公元前23年成功打敗咗喺當時地面最強嘅軍隊，而且就喺富斯王國呢度。係當時嘅情況係咁。阿曼尼蘭斯呢位非洲皇后取得勝利，結果成功確保咗整個富斯王國連同當地興盛嘅文化得以獨立自主多400年。人類歷史毫無疑問由非洲大陸誕生，所以非洲就成為咗源頭，令全球歷史源源湧出。非洲係藝術同埋音樂嘅發源地，亦係第一種文字、農業同法律體系嘅發源地。非洲將文明本身嘅藍圖俾咗我哋去一探究竟。呢啲記錄同幾千年嚟嘅歷史，強烈駁斥咗非洲人喺歐洲人抵達非洲前根本就冇歷史可言嘅講法。呢啲就係非洲嘅真正歷史，而且只係啱啱開始。